為到培養客家嘅全部人才，客家電視台今年係第10年舉辦後生體育計劃，今年係舉辦嚟10年時，推動自強人係特別鼓勵參加計劃嘅17屆後生學生啊，希望佢哋喺2專業嘅培訓計劃當中，大膽嘅問，大膽嘅學，係希望佢哋對客家文化做得住客家深嘅了解。來客家電視實習哈，都得這個真正學習的東西。故說嘛麻煩大家，有個問題哈，全部請你自己愛欣賞，然後你問清楚，啊，你問的意圖，其實你學的就意圖，你要冇問，其實你2專業過去咧，乜嘅學唔到哈，嗰2天是培養大家來。第3屆後生體育計劃17屆學員將會分別參加新聞攝影、新聞採訪、節目製作、韓國航銷企劃嘅4台組別。考場會對今年初時開始，一直到9月初2，客家電視台將會用培訓嘅方式安排巡迴考場，讓學員來實際參加，提供了嘅後生人相關嘅專業訓練，希望做得培育下到嘅客家全部人才。